事會商業服務中心公佈，昨日前往捐血嘅熱心朋友總數為619人。咁啊，若然咧你係 A 型血液嘅朋友，希望你咧更加係要踴躍前往捐血啦，因為醫院啊急需 A 型血液嘅朋友，A 型血液嘅朋友。另外，如果你而家去捐血咧，公司咧特別為你送出一個由1開始嘅精美紀念襟章，鼓勵你哋繼續捐血㗎。我哋日日答，夜夜答，晚晚答，為咗大家上落平安暢順。政府經已發出文件，就修訂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條例，全面加強監管有關工程保養及維修，諮詢你嘅意見。諮詢期由11月30日至2月28日。想了解詳情，請瀏覽機電工程署網頁 www.dmsd.gov.hk。發現 Eason 係因為咧佢個本車切咗自己隻眼嘅粗暴，我心諗隻眼做乜事啊咁。到聽完隻碟，我就一直好想見下佢嘅真人，好想睇下佢係咪真係得把聲。09樂壇一大發現，好實力男生 Eason 周子陽，我見到真人，我即刻走埋去問佢：喂，你係咪有沙入眼啫？遮住隻眼，喂。DVD 注目登場，華納唱片。人生只有一個婚禮，明年2010年係個十全十美嘅結婚好年，想同 Honey 過個開心嘅聖誕節，記住喺12月11至13號嚟灣仔會展睇下全亞洲超大型嘅婚紗、婚宴及結婚服務博覽，超過800個攤位，全部同結婚有關嘅服務同產品喺晒度。想搞個十全十美嘅婚禮，就一定要喺今個5、6日嚟會展睇下呢個十全十美嘅結婚博覽會啦。好叻啊你！細數、泥鯭、鋪土、唔好康、火，有屋企人帶翻嚟探你。哇，好勁啊，貓仔，貓豬，哦，好嘢！望下鏡頭先，貓豬，望下鏡頭先，喂啊，喂，哇，好嘢！知道，好啦，係啦，想知道裏邊到底發生乜嘢事？啊，啲禮品啊。我一開門。